大家平安，我是欧巴，欢迎大家来参加阮今仔日的台文作家系列的讲座。好，来，即马大家画面遮应该有看到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画面吼。来，我先甲大家小解一个台文博览会到底咧做啥物代志？好，主要其实有4项。第一个就是像今仔日的安尼，全台语的讲座。第二个就是，你若想要学台文，毋知影要哪写，安尼你就是会当来参加台语文的课程。过来，即摆有一寡人讲，我足想要讲台语的呢，啊，毋过我无伴，厝里也无人咧讲，啊，做工课的所在嘛无，安尼要安怎？安尼即个人咧，像即款的人，咱就足适合来参加咱第3种的台语开讲会，吼。啊，过来第4种就是，啊，你真爱看册。啊，毋过看台文册，敢若看无啥有，安尼就足适合来参加咱的台文的读册会，大家斗阵来读，斗阵来研究。好，过来，我嘛定定会伫市仔出现。你若看到台文博览会，欢迎大家来甲阮做伙斗留言。好，接落来我来一个一个活动讲，互大家较清楚、较了解一下吼。好，咱来看咱到底有啥物款的活动，来拄则有讲台语开讲会吼，即固定伫个月第3个拜六暗时仔8点到10点。好，啊，这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你想要来讲互大家听，比如讲你家己是做啥物款的工课，也是你的趣味，也是你去倒位佚佗，吼，想要讲互大家听，你就当来报名，吼，报名分享，阮一届会当有3个人分享。啊，过来咧，你嘛会当来报名讲啊，毋过我无想要甲大家分享啥，我想要听别人讲，会使哩无？当然会使哩，安尼你就来报名参加，吼，做听众。好，来，刷落来，咱来讲即个讲座的部分吼，咱遮有2个讲座，一个是吼，就是今仔日的这个台文作家系列的讲座。过来咧，阮有一个固定的讲座是甲家私面找书店有关系。等下咱看后壁可能更较详细哈。来，咱来看即个咱今年吼为1月到6月，咱即个人物台文作家吼是萧平治先生，就是今仔的主讲者赖二先啊。今仔的主题是写即个台语文的经验。啊，赖二先有伊。写台语文已经足侪10年啊，吼，几啊10年啊，好，啊，大家会当为伊遮学到真侪宝贵的经验，啊，刷落来每一个月主题拢无共款，啊，毋望大家有时间的拢会当上网来听。好，刷来咱拄则有讲吼，即个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要来讲伊即个写台语文的经验。啊，今仔的时间呢，就是为即马开始2点到下晡4点。好，出来另外一个讲座吼，是阮阁分做2种，一个是客话的部分，客话即个是较基础的，就是讲你可能对即个台语文也无遐尼熟，啊，毋过你想要逐工来拢练一下，啊，要用啥来练？手机啊，吼，手机啊是咱的好朋友，对无？你甲你的朋友厝里的人，可能无24点钟拢斗阵，啊，毋过咱甲手机啊，吼，24点钟拢连做伙分袂开，所以你要来练台文吼，你就是用手机啊来拍，是上紧的吼。所以这伫个客月第3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半，吼。由即个下米来甲大家小解讲，你要哪用手机啊来拍台文？好，啊，另外是一个是讲，你已经小可会晓台文啊，毋过你阁想要进阶，要阁学较济，要知影讲有一寡即台文到底要哪拍，还是讲即个台语到底要哪讲？安尼你着爱利用找台语即个平台吼。啊，要哪用？这嘛是有美感的呢，毋是入面你凊彩就晓用。所以伫个双月第3个拜一，共款时间是8点到10点半，即个时间，吼，下米会讲互你听。啊，这拢是阮即个台文博览会甲台文家私面斗阵合办的讲座。好来，刷落来，来拄好哈，明仔载。
明仔载就是有一场是啥？教你来用找台语，就是咱拄则讲的迄个明仔载上紧，就是明仔载有一场，啊，请大家拨时间来参加。啊，遐你有看到一个 QR code， 吼，你甲伊翕一个，你就会当入去报名。好，过来，咱来讲咱的读册会吼，咱的文学读册会是伫咧逐个月第2个到第4个礼拜，就是一个月2摆。读册的时间是暗时8点到10点。即马在读的是陈明仁老师的《陈明仁台语文学选》，即本册足赞的吼。大家会当斗阵来读，会当学着真专业的台语。好，啊，另外一个读册会咧，是叫做找台语读册会，这逐个礼拜拢有哦。伫咧拜三暗时8点半到10点半，这个读册会主要是在读咱白话字的文献。吼，咱有真济台语，咱已经袂记是安怎讲啊？吼，甚至就是讲啊，这无台语的讲法啦。事实毋是安尼吼。伫咧较早诶白话字文献50档、100档，甚至130档进前，都遮诶物件，只是咱毋知影。啊，咱要甲伊捡倒转来，就是爱来读文献，这嘛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刷落来，你有可能吼，你想讲，我要读册是毋是爱捌字？是啊，当然爱捌字啊。所以，阮有办相关的课程，吼，阮为基础开始来教。今年春天的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的时间是伫咧3月初7到6月初6，好，时间是逐礼拜拜5的7点半到10点半，拢总12届。好，你若是想要搁知影较济，你有捌字的需求，就请你来报即班读写基础班。好，搁来另外讲，我可能对这认真读写我无足有兴趣诶，啊，毋过我搁足想要看文学要安怎？好，安尼咱搁有一班适合你诶，嘛是共一个时间，为3月初7一直到6月初6，拜5暗时啊，7点半到10点半，下米才会带咱去读陈瑞生诶台语文学选，大家斗阵来读，啊，为遮来捌字，安尼嘛是真好诶选择哈。好，过来，你可能上过基础班，你上过进阶班，啊，你想讲，我想要知影家己的台语程度到底到倒位，安尼你着爱报名参加咱即个新台语测中心办的认证。啊，你要参加认证，咱考试吼，其实咱拢爱针对伊的题型去做练习啦吼。所以咱台文博览会有专门开一个认证的加强班，吼，伫咧今年的5月初10到6月初8，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吼，咱会有即个加强班。啊，其实嘛毋是干那讲，我想要知影家己程度到底，才会当来报名。过来就是你可能，你的工课上你有需求，即马有诶工课其实会要求你，提供你台语认证，到底是提到什么款诶资格？安尼即款人就真适合来参加咱诶加强班。好，刷落来，拄则拢是咱台文博览会主办诶吼，啊，即马咱来看即个，阮嘛有一寡协办诶活动。啊，下骹才有5个读册会，阮是甲即个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来合办。遮我小可念一个吼，第一个是台湾念歌，过来是陈瑞生的台语文学，啊，过来是陈明仁生的台语文学读册会，啊，过来就是为即个打出世的婴仔。一直到100岁以上，拢足适合的绘本的读册会，那是咱定讲咱台湾人古早人足有智慧呢，讲足济迄种讲一句话，啊，着甲足济代志拢包含伫咧内底，真济道理拢伫内底，啊，咱着是爱知影俗语，所以嘛有俗语的读册会，啊，即个时间就请大家你会当去面册找伊的卖奖页。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你就会当找到相关的信息。以上
讲遮尔济，我毋知影恁敢记会牢，可能记袂牢吼，不要紧。来，咱中央遮有一个 QR code，拄则讲的所有的信息拢伫遮，啊，逐个为遮甲伊扫入去，你就通看到所有的较详细的资料。好，啊，我的活动放送就到遮，接下来时间我交互夏米，请。多谢欧巴。迄个画面遮麻烦你切者。刷落来吼，咱就要进入咱今日的主题啊，吼。咱今日是即个咱顶半档吼，台文作家迄个讲座吼，6场的第2场啦吼。咱顶届有头一场吼，请咱日先来分享伊的生命史啦吼，啊，甲一寡细汉时啊，啊，甲厝人吼，啊，甲伊成长到做事的一寡经验吼，一寡趣味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对咱日先吼的背景加真了解。咱刷来吼，今日第2场吼，特别来搁较入捌即个萧腊日先生吼，伊到底伫即个过程，就是接触台语文了吼，啊，伊学习啊，搁来书写过程有得到啥物款的想法所以咱今日的主题是大字写台语文的经验这我想对咱即马真侪友姊啊是讲朋友初要学台语文的时阵拢会有诚大的问题像其实即马网络顶悬有想要学台语文的人愈来愈侪，毋过对台语文的概念因为咱教单也是受实名语教育啦实名语文的教育，所以其实咱无对咱的家己的语文其实无了解就是咱为早前有啥物款的历史，有啥物款的文献，有文字无，就是拢无啥了解准讲你可能即马较知影讲台语嘛有文字毋过可能对文字要安怎选择，还是讲要安怎书写，要安怎来使用可能大家人的意见拢真无共就是因为拢无看过人安怎写，嘛无实际家己写过所以变做对这文字的想象就是可能家己拢有家己的一个意见伫的就是毋捌做过，嘛毋捌看人做过所以其实语文通常是咧学台语的时阵上大拄着的问题啦咱今日请咱日先来分享，就是因为伊已经写足久伊等下请伊分享即个写台语文的经验已经写几十档到底即个经验为倒位起头到甲遮书写中有啥物款的经验就来分享互大家来参考上尾嘛会请咱日先甲一寡可能即马对台语文无介了解，是讲已经有初咧认捌的遮的朋友来分享讲即个台语文要安怎写会较好势。好，咱欢迎咱日先先请咱日先甲大家挨啥做一下。大家好，下米好。平安真欢迎就是咱第2场过来讨论这个主题今日主题内容真济所以大概咱会听做5个大主题来讲好咱就把握时间因为这个物件我感觉拢真有价值来讨论嘛，请咱日先来分享伊的想法。咱就进入头一个大问题啦就是先了解这个咱日先到底是当时接触台语甲台文这个物件咱头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咱日先头一摆学台语是当时就是咱即摆讲学台语的，毋是讲厝呢咧讲话即款的啦就是像咧学校本安尼伫学的毋知你是差不多当时
有真正去学台语、学习台语安尼？我1941年出世的，因讲是日本人啦吼，出世会晓讲话就开始讲台语啊，对，正式去学台语是1991年5月，迄年我50岁，学校来一张公文，有一个研习叫做乡土文化研习。学校一个林老师，平常时大家做伙，伊知影我那就较爱这个装卡的物件，看过歌戏，看过布袋戏吼，一寡台湾的风俗啥吼，可能比一般的老师吼，可能较趣味，嘛可能了解较济款啦，所以伊就推荐我报名。所以就我走去鹿港的文化国小参加迄个研习5天半，迄个5天半。伫迄个，迄阵才知影讲，听一个中原大学的陈灵宝教授讲这个什么音，就是中国式的迄种发音方式就对了吼。才知影讲，当时讲台语着研究啦。我都拢会晓讲啊，着搁研究。原来就是讲要学台语安怎写，安怎发音当时我就伫遐搁买一本，伫遐林金贤先生的册单，买一本《瑞音宝鉴》迄个内底就是用什么音来写，就是咧甲台语、甲汉字注台语音的。我伫遐开始学起来对啦，伫遐开始进入这个学习的过程安尼，嘛讲起来嘛讲真无张持的啦，就尾仔小有趣味安尼，先简单讲安尼。这物件我想嘛是真侪人吼，就是头起先拢会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讲，我太需要学台语。我自细汉就拢讲台语啊，是讲我即摆社会上，好侪人讲台语啊，吼，也是定人嘛讲，讲台语无问题啊，吼，唠真久啊，吼，毋过真正若讲，其实即摆较普遍的问题是可能，要叫伊讲1分钟全部拢讲台语，可能就真困难。所以其实我感觉即摆学台语迄个状况佫较无共去吼，所以可能大家嘛无知觉着讲需要学台语啦。所以像讲你甲当做学问咧学，就是像咱正式像咧学知识安尼吼。即摆大部分也无即个观念。所以这嘛真趣味吼。头起先你讲是为迄个心五音吼学来，毋过就是讲像较早像迄种为汉字咧学台语的吼，想要请教你讲，你当阵敢知影有台文吼，就是用台语写的规篇的文章？你当阵咧学什么音，先敢有接触着这物件？迄阵了毋知啊，也毋知嘿，我就是讲，伫我读师范的时阵吼，捌阮厝边的人。摕一张批，因的囝去做兵，写倒来批来互我看。伊迄个囝内底是伊是国民学校毕业，我会记是国民学校毕业尔。伊写的批足趣味的，我骗足久的。这内底吼，伊当然是用汉字写，但是有诶袂晓写，伊就用画图的。我伫遐甲解读讲，恁囝伫兵营内底真健康啦，真平安安尼啦。甲迄个消息传落去了，但迄阵我就看到迄种文章，感觉真奇怪安尼啦吼，感觉要是爱读册咧吼，像我有读册，我就会晓用北京语来用汉字来写吼。1991年参加这场的时阵啦吼，内底科目真济啦，甲我拢是讲，拢是咧小解台语的啦，有布袋戏啦，有歌戏啦吼。伫迄个中间内底，我有听到迄个赵天福老师吼，伊做一个演示啦，
就田福先生即摆住伫大道诶款啦吼，啊，伫遐听伊演诗演啥物人诶，有演宋德来，若是到恒春，就爱落雨诶时阵，互伊用诶，甲迄个诗现代诗念出来，啊，佫用比手画刀诶，佫行骹步迄种方式，吼做演诗，哦，表现出来。啊，佫内底若像也有迄个向阳的阿爸的饭包，哦，互我足感动诶！哦，感觉讲，哪用这汉字写这种诗，啊，用台语伊个念出来呢？哦，迄阵我才知影讲，哦，这种方式嘛袂歹啦，但是我迄阵嘛也毋知叫做台语文，也毋知影就对嘿。啊，真趣味，真趣味对。对，我想这嘛是台湾人普遍即个演过秀，可能古早啦吼，古早可能真百担，还是讲百几当前吼，都有人有迄种汉学啊啦吼，接触到是汉文。啊，到较近代吼，受迄种实名语文教育吼，就是为日本时代啊，到中华民国吼，其实拢毋是用家己的语文咧学，所以对即马甚至要诚侪人讲，你讲台语要安怎写，可能讲啊台语太有字吼，所以可能嘛毋捌看过讲迄规篇文章后要安怎用台语来表现，也是较无法度想象吼。啊，一般人可能想着讲啊。会甲你问讲，啊，你太会无爱写迄人看有诶，哦，啊，伊迄看有诶意思就是写中文，就是看，就像迄种8点档诶吼，迄种乡土剧吼，讲话讲台语，啊，写字写中文，就是差不多迄种形式。所以我想即摆嘛是，哦，即件代志嘛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拢较无了解，啊，毋过即摆有一个较好诶是，网络顶悬吼，看着足侪人咧写台文，哦，啊，所以。像即马诚侪，我知影诚侪少年朋友吼，因会去主动学台文吼，家己会去主动讲，我想要来学。因上大原因就是因为即马网络顶悬足侪人会咧写台文，啊，所以看到因咧写时阵，就诚好奇讲，迄到底是啥？就想要去了解。啊，所以像拄则咱之前有讲到，你头一届去学台文吼。即个经验其实你嘛毋知影迄叫做台文啊，所以就是咱即摆再请教你诶问题，就是你头一届你感觉真正你是学台文，到底是当时还是啥物款诶系统安尼？安怎学？1991年迄个吼去，啊，毋着买着迄个录音感了后吼，啊，才发现讲，当时啊有即种诶标台语音诶字典安尼。啊，我着足趣味，啊，着真用心去甲迄本录音簿感啊，为头看到尾，伊安怎合音，安怎切音，去了解。啊，有当时拄要了解时阵，嘛无人教啦，就是讲陈灵宝教授伊有简单讲2节尔嘛吼。啊，我着用伊迄2节内底所了解，啊，佫去买2本册转来看，了后我着家己自修啊。啊，自修，迄阵人讲哦，听迄2节课了后，过来我就搁看伊2本册甲录音簿感，剩诶要问拢问无啦，要去问人讲这录音簿感是啥，人拢听无啦。啊，所以讲起来过来就是讲家己自修，啊，自修大概经过差不多啊，除了自修以外，啊，我嘛足用心，甲迄个录音簿感吼，我就。甲迄个三字经啦，啥物哦，啊，就用迄种方式咯，边仔去甲注音嘛呢，啊，就有想讲，我若注音好好势，后摆要来共教吼，可能安尼比编录音簿共啥吼，可能较方便啊呢，啊，所以伫迄2个中间吼，我对录音簿感我会发音啦，发音我就家己了解甲比较讲起来讲已经晓得诚深啊啦，诚了解安尼吼，啊。就等到1993年，陈良辉教授来彰化开一摆，来彰化讲一下晡甲一早起的课。迄阵咧彰化湾
县政府去办一个演习，吼，迄摆演习主要嘛拢咧讲写台语的物件，有足侪教授来讲吼，电两位教授讲一下晡甲一早起安尼，伫迄下晡的中间，伊主要伊讲的是咧讲台语读写，教阮迄个叫做汉罗南写迄种观念安尼，讲了后下课。鼓励阮讲，你用我即讲的即种方式，你转去写看觅，试写看觅。我转来我就感觉趣味啊！让去想到阿爸落甲分吹，即个代志吼。转来我就开始写，写咧。家己读，写好家己读看觅咧。迄读佫袂歹吼，家己写家己读佫袂歹。再佫读互阮牵手听，阮牵手再甲讲搭位安怎吼？迄个话无啥。对，也是伊甲建议，我再改，到尾做有自信诶。我就叫我摕迄种透明片吼，用透明片甲即个文章写伫面顶吼。因迄阵电两位教授咧教诶时阵，迄阵拢也无啥物投影机啦吼，有咧投影灯啦，用透明片迄种方式咧教。所以我过段工去，我就摕互教授看。教授看讲，我写得袂歹，你家己念互大家听，无为我念互大家听的时阵，大家扑声，拍足大声，我迄阵我嘛也毋知讲，我写了就，明天做台语文，我嘛也毋捌啦。甲他讲，我佫用即个方式，会当甲我老爸吼，迄段笑亏的故事吼，用安尼甲表达出来吼。这是手写稿啦，这是手写稿。拄则有讲到迄个投影片顶管迄写的物件因为即马可能无法度搁找倒转来看啦毋过等下咱会甲看迄个，就是死稿砍出来物件毋过有一个物件较趣味就是小可来请教者就是像拄则有讲到你头几先是是五音啦尾手有家己买录音宝杠录音宝杠内底其实伊嘛有写白话字去对用所以其实你白话字应该是为迄个录音宝杠来算头一届看到对吧？无，迄阵有看哪无看迄阵干咧看汉字尔。迄阵干咧看汉字。你安怎好音？无有汉字汉字好音吗？有汉字用汉字两字汉字好音吗？两字汉字就切音诶。所以我毋知条根据足久诶。所以你安尼你算头一届有接触到即个白话字即个系统，应该是就是为第两位教授。对地教授遐来对嘛。毋过你听讲你头起先嘛是毋是去上课诶，是敢若买教材对。对啊，买教材等下家己自修安尼对。即部分真趣味啦所以其实咱问这个主题上尾一个问题就是，安尼你家己感觉你头一摆读到台文到底是篇文章？我家己读我家己的台文啦。那是我家己写台文，我家己读我的台文，竟然毋知迄叫做台语文啦。真趣味，是算头一届讲，我家己讲的话，有法度甲写出来，写出来了，佫有法度安尼照安尼读。对，嘛可能也无想讲，原来这就叫做台文安尼。对，真趣味。所以我了解台语文，就是迄个1993年了后迄进前就是彰化县。就是做馆长的时阵，有派4个老师去清华大学听郑教授台语读写，去旁听啦，桌边听啦，毋是正式学生啦，毋了有只邀请郑教授来遮讲课安尼，伫迄阵了后，福东老师就开一个伫彰化设迄个叫做。台文通信读册会啦，才甲我迄个手写稿投过去，迄阵我就参加迄个读册会了后，我才知影讲，原来即款的
台文通信内底所刊的即种的文章，叫做台语文化啊，才正式知影。所以是看到有台文通信这刊出来物件哦，这规个全部拢是用台语文写，你才有比较地讲哦，原来这对，呵，真趣味吼。啊，所以咱嘛来进入第二个主题啦吼。啊，拄则讲到台文通信吼，所以嘛是甲今仔这第二个主题有关系，所以我即马小可分享这烟幕互大家小影者吼。这台文通信吼，这是为迄个1991年啦吼，像遮拄则这咱遮画面看到吼，这是创刊号的迄个顶悬的即个迄个图啦吼，就是伊迄个刊物的名吼，啊甲一寡资料吼，啊伊这是头起先是迄个1991年7月吼，陈良光先生吼伫美国迄个Los Angeles 创办的吼全台文的刊物啦吼。啊，当然这毋是头一个啦吼，毋过基本上吼，即马咱等下要来讨论的，就是像咱之前咧使用的即个系统吼，就是基本上就是即个台文通信吼，比较有大发展的啦吼。啊，即个系统就叫做汉乐合用的即个书写法啦。吼，啊，即个汉乐合用的书写法，其实头起先是迄个会使讲是迄个王耀德博士吼。医生提出来讲的吼，啊，尾手吼是迄个陈良伟教授吼，伊是伫夏威夷吼，伫遐研究台语吼，伊嘛算伫海外研究台语其中一个吼先进。啊，伊研究台语文吼，啊，佮有去开发即个数字化吼，等下咱会小可来讨论者。啊，即个伊的小弟吼，陈良光先生吼，就伫洛杉矶吼遐。来办即个报纸吼，啊，即个报纸迄当阵可能无啥物网络媒体啥货，报纸其实就是上好的媒体啦。啊，上好的媒体过来就是讲报纸基本上拢写文字，所以大家看到即个文字就知影讲哦，原来即个台文吼，可能要安怎写，是讲像拄则咱之前讲的，就是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叫做台文安尼。啊，所以即个刊物尾手吼应效真大吼，这咱后边有时间再来。甲大家分享吼，啊，即个书写法吼，就是叫做汉乐合用啦吼，讲像有人讲汉乐合写吼，啊，即个书写法吼，真趣味吼，啊，咱即马就是煞来要甲迄个拉志先来请教吼，即个书写法内底一寡问题啦吼，啊，拉志先尾手吼，像即马写到呾吼，就是基本上咧书写时拢是用即种汉乐文。啊，罗马字是用白话字咧写，啊，咱就下底来用几个问题吼来甲咱啲先请教吼。头一个就是讲，即款汉乐台文的即个观念甲书写法吼，你是为倒位学的？因为其实即个物件较早嘛无啦吼，就是你当阵拄的是应该算真新的物件吼。哦，啊，再来就是讲你即学的过程甲一寡经验，就是即个你是安怎知影即个观念？啊，你实际落去写的时阵吼，敢有拄着什么款的状况？即经验是啥款？啊，就是迄个郑教授讲迄个台陆南写迄种观念，我当年开始写第一篇的阿爸六角分吹啊，吼啊，摆着参加咧台文通讯联谊会啊，逐个月我拢为南彰化塞车去到北彰化啊，暗时啊吼啊去啊读这个台文通讯啊，逐个伫遐溪区内底吼，迄个用字啊，伫遐学讲啊，要安怎写，迄个罗马字安怎写啊，汉字用啥物种啊汉字才比较较正确吼，啊，就伫遐咧逐个互相咧研究就对啦吼，啊，迄阵大部分拢是咧做研究安尼啦，也无咧写，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啦吼。就是讲，我会当安尼做到即摆，还阁袂安怎袂先就对啦吼。啊，一直写袂先咯，就是讲人咧学物件吼，观念足重要啊啦。
观念足重要。无我开始拄学是学录音补感，学测音的，学示范音的。啊，定定位教授甲我讲一个，甲阮讲一个蓝写用罗马字甲迄个蓝写，啊，我迄个观念拍开第一篇文章就出来啊。啊，搁再而且内底有一种观念，这个白话字本来是信教的人咧用的，啊，我本身我毋是信教的人，我是传统野乡的，吼，我传统野乡的拜祖先的。但是我无拜铁，我感觉这个物件足好用的，所以我就一直应对这种方式来写呢。所以这观念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观念吼，咱小可来讨论一下，就是你当初是听第两位教授小解这个观念的时阵，因为咱通常可能知影讲啊，咱要写的吼，像一般的人就想讲啊，字就是生做四角字，就是汉字迄个形嘛。啊，是安那要用汉的这种书写法？迄当阵第两位教授甲恁解说时阵是安怎解释？是讲你家己实际落写的时阵，你太要决定讲啊，比如讲我这个要写汉字，啊，这个要写罗马字，啊，这到底是啥物应段？迄阵连教授安怎讲，我已经袂记得，因为伊讲教吼，我伫伊个课内底嘛接触6节课尔嘛，哦，一日顶下晡安尼6节课尔，所以迄个过程我来讲我嘛已经袂记哩啦吼。啊，伊应该是讲，若汉字表达袂好势，别人看无诶吼，啊，你就尽量用罗马字安尼啦。啊，到尾要安怎选择，迄是可能我读大文通信了后，才慢慢啊去了解啦。因为迄个汉字诶部分哦，讲起来对阮内底真费气啦。伫咧读大文通信诶时阵吼，碰着汉字，我嘛是会对遐小静啊。讲安那要用这个，安那不要用搭一个，吼，各人有各人诶想法啦，吼大家互相伫遐卖扑过扑啊，就互相闹去求进步，吼。所以迄阵啊，我嘛做足一个卖扑加扑诶迄种论述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到尾嘛是种照大文通信诶方式，吼，就是照安尼行啦。所以讲第两位教授是我诶启蒙老师啦。其实我甲伊上课是上迄6节课尔啦。所以其实头起先就是变做讲，互你伊有小解这个观念，互你知影。啊，尾手阁因为迄个有大文通信这个课本吼，你就是哪看哪讨论了，豆较知影掠着这个规矩就对啦。对。啊，拄则有讲着吼，你有写迄个头一篇台文吼，这咱等下来请垃圾先来分享哦。这篇就是叫做把六角分吹嘛吼。啊，这篇台文你当阵咧写的时阵吼，就是你咧家己咧试咧写时，你是安怎写的？就手写久啊吼，啊，转来吼头壳就懵想啊，咧想讲，我教授咧叫我要写一篇文章，无我来写啥？到尾想着讲，阮老爸迄个要第个时阵吼，啊，我迄阵啊读国校啊，有一支伊用掠一支六角嘅粉吹啊，六角角做诶啊，真正六角角做诶迄支粉吹啦吼，阮大兄吼去住伫阿里山遐吼，啊，毋知安怎捡着，安怎捡着阿里人吼，我毋知影，就举一支迄支粉吹转来啦，啊，要另外有一个阿兄吼，为着看去甲做，看去甲落空吼，啊，做一支听北分诶粉吹啦，吼，啊，阮老爸好，伊就感觉足嚣摆，也迄甲人拢无共款啊，拢无别人无诶啊，啊，所以拢会死去共啊。无讲共点啦，但是都出门就是举迄支粉吹安尼吼，安尼就小可咧点啦。吼，啊，我有一工就是叫我去，伊袂记得粉吹放伫搭，啊，叫我去吹啦。吼，啊，迄个过程啦，吼，迄个过程，迄确实有迄个过程就对啦。啊，我想这趣味无，我来无啊写安尼啦。吼，啊，写来，啊，家己读啊，当然有诶所在，想讲起来讲。既然是写文章嘛吼，啊，内底当然有小可爱小可
修正一下吼，就是讲袂咧完全咧像讲话啊呢，吼念起来人啊听有，啊嘛感觉讲有文章迄种口味啊呢，啊所以家己一直修改，甲个念互太太听，啊伊讲安尼袂歹，啊才上明仔载来发表，啊才用透明笔来写呢。想要讨论者就是像拄则你有讲迄个咱讲迄个电量位有小解即个汉乐的书写法吼，你嘛是为即篇头一解起手去写吼，所以你当阵吼虽讲是古手写啦吼，你古手写的时阵，像拄则你有讲到迄个汉字吼，咧写的迄个原则就是伊基本上是讲咧写的时阵吼，就是。你原则上是写汉字毋过就是汉字咧写时阵，就是经迄种你拄则讲两个原则嘛吼，一个是人看有诶啦吼，另外较简单诶嘛吼。所以即两个咧写诶时阵，就是你家己用手写诶时阵，你会过着你写诶时阵，会拄着迄个写无落来诶。有啊，写无落来，就搁改，你就家己搁念，就搁改，一直改，改较好，再搁定搁写一遍安尼啊。迄阵用手写过就是安尼，写一个改较好势，再搁改，再搁定搁抄一遍，抄一遍搁读，若有问题，搁改，搁再定搁写一遍安尼。迄阵咧罗马字我也是还袂晓啦，我会记得可能用个波伏魔注音。我已经即个吼，迄张稿吼，迄张原始的稿吼，无留落来吼，袂记哩啊。你敢会当小可讲一下，就是像讲你当阵头起先咧写的时阵吼，因为即马主要是即马，因为诚侪人吼，伊会想讲我太无爱全部拢用汉字来写就好啊。因为你实际头起先咧写，你实际写。你敢有拄着什么款的问题？这问题大咧咯。安怎讲呢？因为我就出世就是咧讲台语的人啊，就出世就去下仔开始会晓讲话，就开始拢讲台语，一直讲到出来做老师，私底下嘛拢晓台语咧讲的啊。所以我咧讲的台语吼，足济吼。迄汉字无咋写啦，汉字无咋写啦。若有诶人有咋写迄种汉字，我嘛有诶写到嘛感觉怪怪啊。所以我写诶台语文内底有真济无用罗马字表达袂出来，所以迄阵可能我着用注音啊，啥物啊，已经袂记哩啊。所以我到尾有诶手写过诶哦，迄是尾仔学。会晓有迄个会晓罗马字啊，我定过甲迄个来定过写过诶就对啦。这个过程吼，我想吼，所有想要会甲台语写出来人吼，拢会拄着这个问题，而且头壳内底拢会卡伫遐，无法度转写即马是有诚侪人，就是伊用的方式，毋是讲我即个汉字无好用，我着找另外一个家师，像学过白话字，就感觉讲即个家师着真好用，我着直接摕来写就好啊。或者我讲话声音着对应去文字啊，安尼要写着加足紧。毋过有另外一帮人，因可能就想讲，我着爱去找，甲迄个汉字找出来，甚至讲因想象的是讲绝对有迄个汉字安尼。这当然咱即个学习即个语文的历史发展，当然这个道理是真奇怪啦。因为咱拢知影是先有语言才有文字，是为着要写迄个语言才设计文字出来写，无可能讲一定有迄种文字。但是迄个观念就有较奇怪。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因较想要去找迄个。可能为中国的古册内底去学讲，可能倒一字叫做什么叫做本字啊，什么叫做正字，这个观念拢是真无采时间，就是变说讲像咱知影讲，其实你要写的时阵，若
干那迄个字吼，你搁要伫直找。我想像拄则你分享吼，你写这个阿爸的落甲分吹，可能你干那要写迄个故事就摕伫遐，一句话对啊！啊，所以我到尾参加迄个台文通讯读册会了后嘛吼，啊，都有几个朋友伫遐吼，福东啦吼，尤丽珍老师啦吼，啊，杨金如校长啦吼，啊，搁一个廖英雄先生啦，吼，啊，搁张聪明先生啦，啊，迄个书写法吼，张聪明先生互我真大的帮赞啦，真大的启示啦。伊书当时吼，阮咧读册会咧讨论的时阵，伊就捌讲啊，讲啊，伊就是一直咧思考讲要安怎甲即个台语文字化，要安怎文字化，吼，伊就用找找足侪师傅的嘛，啊，到尾去找着郑良伟教授嘛，所以伊毋则含迄四位老师同齐去清华大学做旁听学生安尼啦。啊，伊到尾伊就捌来讲嘛，讲啊汉字的部分吼，咱若无找适合的所在吼，啊，咱就用罗马字先甲拍起来就好啊啦。伊就讲先甲罗马字拍起来，吼，啊汉字以后咱再过来找安尼啦。哦，所以伊即句话吼，我嘛真大的启示就对啦。所以我到尾啊，还未正式咧写台语，还未真用心咧写台语文的时阵，我有翻足济的迄个册字啊，哦，我把册字啊用汉罗南，嘛袂汉罗南写，把册字啊写出来，啊，再叫它标音，哦，汉字念出来无问题的，无标音。啊，若汉字念了有问题的，我会倒面顶用罗马字甲标音。哦，我到尾用迄个方式，啊，即个工作我做足济的，做到啥物时阵呢？做到有电脑通用，我才无安尼做。啊，所以我内底迄阵的老大手写过一大通，当是真的啦。哦，迄毋是干那讲七字啊尔，哦，迄讲话唱的台语歌，哦，我感觉有趣味，我嘛甲表演起来吼。啊，像迄若是到恒春啥迄吼，吼，啊，我嘛拢安尼甲表演吼。啊，三字经啊，啥物千字文吼，即种诶，我拢做足济。啊，搁咧三匹英台吼，迄种啊规铺诶吼，我嘛拢甲处理过啊咧。哦。啊，是等甲有电脑了后，我才用电脑来个甲遐个选出来，个用电脑来处理过安尼。对啊，这像即马有诚侪人吼，像咱英国吼，咱有诚侪即种歌册吼，嘛是诚侪先进有咧研究。啊，研究的时阵，其实上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汉字无统一，啊，佮会诚侪汉字咧写，佮爱要伊讲到底是咧写什么款的语言吼，所以即点就是咧读迄个歌册吼，拄着上大的困难吼。啊，这可能你无一定的背景，无一定的经验吼，你家己要读是无才调的。哦，啊，所以嘛有诚侪人吼在做遮的事工。哦，啊，所以其实英国吼有用照汉字来写吼，即款的上大的问题就是你无法度真准确去表达迄个语言吼，这是上大的上费气的所在啦吼。啊，准讲你有写嘛，啊，伊就讲啊，你到底咧写啥货？哦，啊，准讲你用汉字，可能迄是有一个标准化汉字嘛，迄个汉字嘛，因为有几哪个声音，可能嘛要讲啊，这时阵到底是啥款？哦，啊，所以这内底有真复杂的问题啦，吼。啊，所以拄则有讲到吼，就是输入法。哦，啊，所以咱知影像迄个拄则有提起讲吼，第两位教授其实。伊当时是咧做遮个代志时，伊当阵嘛有吼用伊的记忆吼来做发展即个头一个台语的输入法吼，叫做 TW3口语吼。啊，这嘛要请垃圾先分享者吼，因为你嘛是因为接触到即个输入法了吼，怎样改变你即个台语文的迄个？书写的这个习惯吼，敢会咱请你分享你这个经验？这可能伫遮吼，爱感谢
郑良光先生吼有发一个问题啦，我小讲一下吼。伫阮咧读册会中间，郑良光先生甲陈瑞生吼，因捌登来台湾吼，来甲阮指导啦，来阮读册会指导啦。吼，迄阵阿爸落甲分吹毋咯，福东老师甲我投过去啊，吼，投迄手写稿甲我投过去刊出来，我足欢喜诶，吼。郑良光来阮讲话诶时阵，我就甲要怎讲啊？就是讲讲一寡不满诶话啦，讲我阿爸六百分数夹去，就甲砍出来。尾仔我阁写书母，写迄病伤诗啥迄种文章，我家己都感觉写了袂歹，现在拢无甲砍啦。梁光兄才甲解释讲，我咧办迄台湾通讯杂志吼，是一个人咧做校长兼讲职啊啦，所以吼，我无法度通一直处理这手写稿的问题啦。你既然有写迄两三篇哦，你两三篇哦，你夹，你用批夹过来发啦，我吼。才甲你处理落吼，过过无啊吼，我无迄个时间过过无啊。你若后摆要搁行，你爱用迄电子档案哦，靠腰啊，电子档案，我都袂晓电脑，毋知尾仔才参落去学电脑啊。迄阵都阮囝拄会晓装电脑就甲装一台迄阵叫一个陈明仁。介绍迄一个罗阳军吼，阮电中人吼来甲安装迄个 TW301，阮囝教我讲安怎拍呢？才伫迄迄段时间开始学就对啦吼，开始学袂晓诶吼，下校老师较少年会晓，我就去甲问有当时我就阮囝若伫厝，我就问阮囝呢，才用迄老。TW301，迄阵嘛也无咧写，嘛也毋是讲咧写台语文啊，就赶紧甲我写手写稿诶吼，甲拍入去吼，甲正经写遐手写稿遐吼，遐咧研究遐我就一个甲数字班诶啦。迄阵拢也无咧写台语文啊，就是去甲迄个手写稿啦吼，甲迄个歌册，迄阵歌册有诶歌册内底用倒数开始甲写汉语南写迄种方式来记录起来安尼尔。了后1995年，1995年迄阵就是我有参加一个做台语梦嘛火箭阿伯郑宗信教授吴宗信，高中信教授早登来台湾啦。TW 迄个下一世师伊早登来台湾伫台语网咧讲这套真好用啦，有人要用无？我就开始甲 mail 去讲我要用啊呢，伊就怎甲遐书类甲含迄个软体啥规个寄过来互我呢，内底安怎说明一大通啊呢。我就开始研究，到尾了电脑开始换，求我求我装迄个软体落，我就开始拍，愈拍愈顺，愈拍愈顺啊呢。到尾人家想安尼，整反写遐整理差不多啊到尾才想无来就加蒙写台语文安尼，才了解写台语文。我补充说明一下吼，这个 TW301这个数字化吼是伫 DOS 系统内底即马可能较少年无较知影啥物叫做 DOS。简单讲就是指令式的迄个环境啊，就是你敢若会当拍指令，敢若一抓，无像即马迄种 Windows， 还是讲像 Mac 是有图形的迄种界面的。这真趣味所以上早迄个台湾通信伊当阵无法度用这种图形的方式去排版是用这个 TW301的数字化一抓一条印出来了，人工去加的
念去你一张纸顶管手工排版才排出来吼，所以真趣味吼。啊，拄则有讲到即个 TW3扩印吼，像佮转换到迄个 Windows 时代了吼，有HASIS 等等吼，遮个数字化吼嘛，请大志先吼分享你一寡使用的经验好无？哇，这真切哦，这个哈德西斯吼，中午了后开始就有97个，吼，伊那就对迄个对 Windows 内底吼，迄个啥物 Microsoft 吼，软体吼，伊 Microsoft 的软体若改，伊这个哈德西斯爱改安尼啦。所以97个换了，到尾啊，搁再换98个，啥物哦，什么米啊，啥物遐我拢袂记啊吼，就一直改版啦，一直改版，改到尾啊吼，改到尾我会记改到2000的时阵啦吼，就是2000年的时阵吼，迄个开发者迄个叫做苏志明先生吼，伊就放弃啊啦，伊就放弃啊啦。就无搁改版啊，无搁改版，但是电脑新的搁出来啊，就无再安装啊。所以若要用哈德西斯的人，你就爱用旧的电脑来处理啦。我电脑换足侪台，然后新的出来，我若想要用啊呢。虽然讲真还慢学吼，但是我嘛足认真来学吼，拢要学就对啦吼。迄阵我会记得阮囝捌甲讲啦，捌甲讲，迄坑。迄个词库藏着位安尼啦，所以人系统若改，你无对改就袂使安尼。捌安甲讲啦，我甲讲，无你来改好无？因为我无时间啦，迄改落爱开足侪时间，我爱食头路，我爱趁钱啊。所以我当然我嘛毋敢勉强啊吼。少年人都出社会尔嘛吼。了后毋知尾啊2000年了后，我会记得是。就是迄个林俊尧长老吼，伊才过来开发一个做亚轻松啊，介轻松亚轻松安尼啦，我迄阵我就甲林长老吼，已经大家都有熟悉啊，所以伊咧创啥我嘛拢知吼，伊拢会叫我斗骹试玩的啦，斗试用看觅咧安尼。迄阵我嘛捌家暴吼。嘛捌家暴家扑就对啦吼，我嘛做一个，伊甲号名叫做萧轻松，到萧轻松啊，啥物啦我做的啦，其实咧就是我用伊的版本吼，要用我家己的方式来拍较方便安尼尔啦。到尾我嘛毋敢讲要推这个别人，尾我就讲我的无爱用啊，人个开发好势好势，咱毋免家暴，搁想遮有诶无诶哈。我嘛捌做这种工过，不过我无公开啦，无公开啦。到尾才毋知话，毋知搁再林长老毋知搁叫刘定先生吼开发迄个信望爱输入法啦。信望爱输入法开发的时阵，我嘛答应讲，我做一个试用者呢。所以咧开发的过程下咧输入的时阵，就寄软体来化用，我用一个前面有的这种方式就去处理了，感觉有倒位无方便，对我来讲无方便，我就甲建议，倒位无水的所在，我就甲建议安尼，就一直修改，所以这未晓用的经验应该嘛有伊效果所在啦，因为。真济毋是工程师嘛吼，所以会晓用电脑尔，电脑安怎操作迄过程咱根本嘛毋知影，所以我有真济帮忙，真济做即种工课吼，无压啦。对，这经验吼是真特别啦吼，就像咱拄则有讲啊，头几先吼有这个数字化吼。那日先是差不多迄个1995年嘛吼，提出咧使用，所以咱今日是2025年啊，已经30档啊啦吼，
真侪人可能连台语都毋知影有字诶吼，已经用数字法咧写台文，已经用30档啊吼，所以即个数字法吼是真要紧吼，嘛拄则嘛有讲着吼，其实数字法吼要开发啦吼，要以后要搁发展吼，像迄版本搁换来换去吼，迄其实拢需要诚侪迄个精神吼去处理啦吼，因为我家己嘛有做拍台语的数字法吼，所以无共系统吼，比方像单单手机啊，搁有 Android 啊，搁有苹果啊吼，电脑的嘛有啊吼，像即马主流的吼 Windows 吼，还是 Mac 吼，嘛是有人用无共其他的像 Linux 遐系统吼，所以逐款系统该搁定做一个吼，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若搁改版嘛是搁伫所以过来就是拄则嘛有讲着吼，内底搁爱处理思考嘛吼，即个你有一个语思考，即个数字法才会感觉好用所以即个真趣味就是即个尾手你原本是用迄个手写吼，尾手你改用即个电脑的数字法吼了后，你感觉你用数字法咧写台文，若是讲借即个过程咧学习台语，你感觉数字法对你的台语文的能力吼，是讲一寡人版吼，你感觉有啥物款的改变？改变足济啦，所以讲起讲工具吼，工具非常重要啦。有当时我去学头摆参加乡土研习的时阵，进前哦，我拄买车尔，50岁我拄开始买车，会晓赛车尔，拄会晓赛车，买车差不多3工后，我就赛车去到6工去参加迄个研习。所以后摆若以后若当着讲甲即个台语有关联的，我就赛车去学南北二路吼，四界走。所以我本来生活环境吼，用乌多摆咧走，可能才20km以内吼。会晓赛车了后，我从放大到200公里的半径以内安尼嘿。所以讲起来，电脑的部分嘛是共款啦。手写过足有限的，所以你有电脑你会晓应用，搁电脑人有在开发了遐济物件，你搁去甲利用。所以用电脑来写作，迄实在啥速度是啥，人讲速度 speed 速度足紧的就对啦。所以我尾仔毋则有法度大量会创作物件。搁在学校教学，尾仔我就搁在迄个有迄投影机了后，安怎接投影机，我嘛拢会学。学是到我了后咧教学的时阵，我咧共教的时阵啊，我就拢用即种方式咧，用即种方式咧教。我毋是咧伫黑板咧写啊，伫上起初1996年迄回。伫阮田中咧教诶时阵，我是用投影灯教吼。迄阵内底迄个投影片吼，我嘛是用电脑拍，用个 PowerPoint 用电脑拍来，才印出来吼。迄阵我咧学迄个 PowerPoint 诶时阵，我捌问我囝啦，讲刚好迄免用黑板诶，用电脑安尼投影起嚟会当教册诶。伊讲伊就随走去册局甲买一本。迄个PowerPoint 4.0的款啦，迄本册我有摕嘛吼，我讲你教，伊讲，其实我嘛毋知安怎用，我袂晓啦，你爱家己去学啦。我甲学迄学5个月，搁一直问人安尼吼，做足久诶，才叫我做学起来咧。尾仔过来遐吼，就变做讲有所在有较。要安怎讲嘛是我真济啦，真济碰到真济问题啦。问题就是讲我本身就是讲足好闲、足好奇的人啦，嘛杂插啦，嘛杂插啦，所以讲起来讲我趣味讲起来真快啦，也要翕相，也要唱歌，足济电脑的部分甲台文有关系，我足热心的啦，足热心的。所以讲起迄阵了，
桌顶的电脑吼用了，迄桌顶的电脑用了后，到尾啊，一摆1996年哦，迄个廖瑞明教授伫彰化大德开一班，叫我去代课，伊来开班了后，规个拢交互我，36点钟，我就用电脑来教，用投影机来教，教了后，迄教煞廖瑞明教授，互我4万块啦，迄个讲师费啦，我自迄4万块开始去买第一台的notebook，才4万块，迄阵迄台内底才40支尔，我会记40支尔，所以拢是文字稿的。迄阵我就开始用，搁再过来用袂少台袂少台。好，咱咧用数字化的时阵吼，我家己感觉讲吼，像即马真侪少年朋友吼，因可能网络顶悬吼，白话字学的，这数字化按落就随有法度拍字啊吼。这上大精彩就是讲吼，像头几先咱先咧用手写的时阵吼，像拄则有讲到你咧写的时阵，你可能会拄着问题，迄个字毋知要安怎写，是讲像你学习着即个汉语书写法吼，到底当时要安怎讲，要安怎写？你用数字化了后，即件代志有啥物款的变化无？还是讲有解决啥物问题？这个数字化吼，内底思考足杂的啦。因为迄个数字，我所了解迄个数字化内底思考吼，那像毋是某一个人专门收集的啦。像郑教授的数字库嘛无一定是完全伊家己收集的数库，嘛有可能叫别人的互相放的，互相交流安尼，记得一条做江永晴教授伊嘛有一寡数库，那郑教授内底嘛有用到啊。啥我这我无讲真清楚啦，小我大概知影安尼啦，我家己嘛，迄阵我家己写的文章拢电子档案嘛，就1995以后拢电子档案了嘛。所以郑良伟教授知影我咧做这工课的时阵，伊捌一摆就是讲，叫我甲我所有的资料拢寄互伊，然后伊去做分数，分数尾啊，我经过足久，我才知影讲，伊分数出来，我大概伫我的作品内底扣差不多要10万的，伊内底无的数库，因为阮这讲话方式甲别地嘛足无共款的所以这个数库内底变做足杂的啦。即目前为止你拍中间，若出现汉字啦出现罗马字无问题啦，我就照我迄罗马字就照我意思来选啦嘛。若出现汉字的时阵，迄个可能来的版本无共啊，啥物就家己爱小家己选啦。你若内底看的数库所用的汉字我无介意的，我就甲放掉，我就回去我用罗马字啦，我只是用这个方式啦。即我过来内底就有你开发的迄个找台语啊迄内底数库足济嘛，所以我最近这半冬来大概差半冬来我咧拍字的时阵，我若发现讲无啥自信的时阵到底这是华语词来的，还是咱台语词本来就有的？我这句话内底到底是有走音嘛？无走音我就会去找找台语去参考看觅咧，发现讲我足济嘛有错误的所在，所以我即摆搁较谨慎就对啦。有数字化甲书典真正是对咱要学习台语是一个足要紧的基本的基石啊
即个有数字化，我家己感觉吼，阁有另外一个有法度帮助咱思考，像拄则咱日先吼咧拍字的时阵吼，你就感觉讲，可能有一寡汉字，因为基本上伊内底拢有设计讲，比如讲我要拍的时阵，伊的这个数伊是用啥物汉字吼，所以可能你若有要用汉字的，你就会用迄个汉字。你若无介意汉字的，你就会甲写做白话字。所以基本上就是拄则讲的汉落的迄个原则，基本上就走出来。介就是咧用文字的时阵，就变做较有系统性、较标准化。所以这点嘛是大部分通信吼，当初时吼，我有听陈良光先生伊讲的，就是这个过程吼，就是可能像拄则有讲诶，可能伊遐嘛会收稿嘛吼，毋过伊遐就变做讲买手头起先可能伊会替大家用 TW3库去拍入去，所以变做迄个文字标准化，牵出来互大家看就是较一致诶。过来就是讲买手鼓舞人用数字法，变做讲大家伫写诶迄个过程，文字就豆豆愈来愈一致，迄个文章就大变做较有法度流通。所以我感觉这点嘛是有真大诶迄个应效，所以咱即马可能干那安尼讲，无啥知影迄到底生做啥款，所以咱即马就要来邀请咱日先来读伊头一篇，迄当阵投稿有刊出来迄阿爸诶六角分吹吼，好，这就是咱拄则有看到这台文通信吼，伊这网站，这网站是进前迄个。30档的时阵就是台文通信发行30档的时阵迄当阵有做一个30档的纪念特刊，过来就是甲线顶的遮较早前，有台文通信的迄个专文有整理伫遮，嘛有加一寡就是基本的迄个资料大家参考，所以遮内底有专文啦所以大家你若有趣味当看遮这内底有专文。咱这个阿爸六角分吹是伫这个24期啦就是1993年迄个9月时阵这个时阵刊出来咱即马就来看这个迄当阵这个刊物就是生做安尼啦所以大家若有趣味拢会使家己来线顶点起来看迄当阵有看到迄个时阵伫台湾印2万份啦北美遐印2000份所以嘛有2万几份咧流通。好，咱来看这个内底第3页这就是这个迄当阵有刊出来佫有画一个红仔肚，阿爸的六角分吹咱即马就来请那日先来甲咱读这篇文章好来，阿爸的六角分吹，阿爸有一支六角做的分吹。迄是阿兄住伫阿里山林场，伫做摘菜工的时阵，伫山内捡着一支落落来的角所做的风吹。阿爸足爱迄支风吹，不时嘛打条条，一来会当剥分，真好夹，阁真好剥。二来嘛会当甲别人点，讲这是阮后生对阿里山野转来呢。即时我徛伫边仔听着，我就知影阿爸又搁伫点用囝真正有效六角分吹呢，六角做诶，恁敢有？拢已经过30多年啊。但是到呾，每一摆看到落的角，就想起阿爸野的迄支风吹。会记得有一天，大概是下晡3、4点的时阵，阿爸要剥分，找无伊的风吹，到底是探见到倒位去啊？厝内底四界找透透，拢找无。迄就奇咯，敢会囥伫牛大福的因兜？你福个因家找看觅咧，看有囥伫因桌顶无？
随时2步当做1步走，一万年走甲福的因兜。走到哪去啊？阿爸，阮阿爸的坟水有放伫遮无？找看捌咧，今仔即讲拄则有来过，无的确放伫灶头遐，无咧。啊，若无，搁找看有伫井仔遐无？嘛无，安尼我都毋知影。找甲规身躯干，拢找无，只好走转去。阿爸，找无啦，遐尼病，干那一支风吹都找无。我去老多些因兜，因点啊找看我捌咧。我拄则有去。我拄则有去遐坐一时啊，无定着落伫遐，搁找规半步，还是找无，惊人骂，走平紧诶，大粒汗、细粒汗一直流，拼是走转去，拼是走转去阿爸诶面头前，阿爸嘛是找无呢，嘿，迄就奇咯。阿爸一边用手哭比，哪会找无？这八兄哥落诶目睭金，阿姐，你手举迄支是啥？哎哟，举伫手里讲找几步。这时阵，大家拢笑甲叽叽叫，伊才写叽叽叫毋对啦吼。我本来写是叽叽叫吼。阿爸嘛一边笑，一边点番仔火，大喙数一个，烟对鼻孔冒出来，真正爽快。这时我的心内嘛感觉真欢喜，头拄仔遐的艰苦甲骹酸，就安尼袂记得啊。多谢吼，真趣味嘿，这故事都新鲜。这即马吼，这我想吼，即款镜头吼，即马的人是搁较有啦，因为物件伤济吼，像即马诚侪人吼拄着，就是去找手机啊，毋知影手机放伫倒位，结果手杀咧，找半步，真趣味。这做新鲜的一个生活。而且我需要补充一个吼，内底我有写一句吼。去老都市的因兜啦吼，我去老都市啊，我用汉字写啦。西迄个西吼，我用东西南北迄个西啦。结果当时陈芳辉小姐吼，甲这篇文章用录音录起来时阵，结果伊是甲录做老都西啊啦。迄就是用汉字写的吼。我叫伊叫迄个人是老都西啊啦，毋是老都西啊啦。西啦，我若用罗马字写西，就袂走音去啦。对吼，这特别是人的名姓吼，你嘛爱要讲迄名到底要安怎讲？对。这拢爱问本人才知影。所以名若有要写，要是有用白话字写会加做清楚。对。好，多谢吼，这篇真趣味吼，大家若有兴趣吼，这拢会当家己来这个台文通信吼，这个网站通去看啦吼。这个网站吼，我会搭伫咱的迄个 YouTube 顶端吼，大家看者。好，咱即马刷来吼，就要进入咱迄个第三主题啦吼。第三主题吼较轻松吼，想要请咱先来分享讲吼，你个人的生活吼，就是你起手学台文了吼，就我了解吼。你的生活应该有足大的改变啦吼，请你甲大家分享一下吼，比如讲像讲我知影讲你头起先吼，
学电脑吼，嘛是为了要学台语吼，才去买吼，才去用诶。啊，到即马吼，足适拍吼，就像即马大家应用手机啊，是讲像用迄种房仔电脑吼 ，tablet 吼，平板电脑啦吼，遮家私吼，你拢用甲足顺手诶。啊，这甲咱所想诶一般吼，就是像你即岁诶人吼，讲起来其实是足无简单诶啦吼，足侪人去对遮物件可能，可能迄个有一条线可能下袂过啦，也是讲可能嘛无法度学甲遐顺手就对啦吼，所以这吼可能对你诶生活。足大诶改变啊嘛，看到你定定伫网络顶面，逐工啦吼，拢咧写台文，啊，拢甲一寡网络顶管友志吼，做伙咧交陪安尼，所以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吼，即个你写台语文对你诶生活吼，即马即几十冬来吼，有啥物款诶变化？我50岁以后吼，应该是53岁啦，就是进入迄个食堂诶时阵啦吼，1995以后吼，我诶生活重心重点吼，大概拢是差不多伫台语文占较大部分啦。啊，当然重点是重点啦吼，啊，其他生活我嘛是照常吼。食饭困这种共款啦吼，啊，到尾啊，就是到1997年我加入台语网交足者迄个教授嘛吼，啊，语言学家啊，牧师嘛，啊，伫遐甲因交流学迄个白话语啦。啊，是当时梁光兄甲我加入的时阵吼，迄阵台语网吼用诶媒体迄个叫啥软体哦，我会记得有一个叫做1度啦，拢原版的拢英语啦，啊，伊甲加入了后，啊批10外张来，毋知要哪回袂晓啊，到尾我就叫阮囝婿吼，甲迄1度啦内底拢遐英语吼，拢甲写做中文安尼吼，啊，我则慢慢学，慢慢学，啊，则伫遐甲人交背安尼。啊，迄阵伫遐交背时阵，我迄阵迄个罗马字的部分吼，也无法度像即摆遮正常迄个调号不才遮正常，所以阮迄阵就用诶做方便法啦，就是用1、2、3吼，啊，表示声调安尼，啊，若用。大 N 也是2个小 N 哦，代表鼻声吼，用2个O 代表有葫芦点的 O 安尼吼，用这种方式，我大家伫遐交流。啊，而且迄个一个词吼，2字3字，有当时我拢念做伙写，因为内底吼，因为讲大家拢读白话字的歌手啦，所以安尼吼，阮伫遐内底安尼沟通。那就拢无啥问题啦，无啥问题。啊，我嘛伫遐学足侪物件吼，啊，改变足侪观念，才知影讲，哦，原来中国式的迄种音文学，啊，甲即种的语言学有小可有不共的所在，吼。到尾我就比较行这个叫做。语言学这方面啦，因为声韵学个伤过深啦，我读足侪册啊，我全部行迄条路，行这条路，讲起来嘛是对我来讲是较正确啦。我才有写遮侪物件，我若无，我若甲去研究个声韵学，我研究了正彻的时阵，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学者尔啦。我无在写遮侪文章来偷放我家己的心情安尼嘿，啊，你家己感觉讲，像你有法度写台文伫网络顶悬，甲人沟通也好啊，是讲讨论代志也好，甲像原本写中文，你感觉上大精差伫倒位？个中文我含义咧写啦，我中日足少咧写中文，应该是当讲明题作文啦，
属于作文的部分啦。啊，写台文吼是无人甲我讲，你著出什么题目互我写，我是家己想爱写安怎写就安怎写啦。所以伫1996年啊97年吼，伫台语班毋着交，到尾毋着交陪着迄个李英清教授嘛吼伊伫网页内，伊做一个风配字啊，迄阵咧做风配字讲，等讲5分钟尔吼，就会晓做风配字，到尾伫风配字内底发表俗语咸酸甜啦，我入去看，看迄阵伊诶白话字吼，还无比我较无成熟啦，所以我足加背啦，因为本来甲李永清教授交背了，我知影讲这个学者吼真无简单啦，迄心胸足宽啦。我之前捌听过伊诶课，用台语讲诶课吼，我甲伊内底迄个做文吼，我能我甲修改过吼，寄互伊吼，伊无收到，经过4个月。经过4个月咯，久吼才甲回批哦，一直甲回实体，嘛足欢喜交陪着我即种朋友安尼，所以写迄咸酸甜的时阵，我伫遐我就甲回应吼，回应讲，主要我回应毋是回应伊的内容啊，是回应伊内底的白话字兜有写毋对去安尼啦，伊就足欢喜的啊，到尾啊就我讲斗写安尼啦。就我斗写尾啊，一人一签，一人一签，写几签了后吼，伊规个拢放互我写啦。所以这个台湾俗语咸酸甜哦，伊拢总写50签了后，规个就交互我写。迄阵哦，伊一工搭一签去嘛，一工上万一签。出迄个咸酸甜的题目划算啊，我就一直写。所以迄阵啊，规个头壳吼，规一个头壳拢咧想咸酸甜尾啊吼，经过几啊年了后，阮太太甲查某囝咧开讲的时，才咧讲爸迄阵吼，迄食饭无咧成绩，拢无用心咧食饭。太太讲，我若咧甲伊讲啥，拢像硬，拢无啥咧信道伊啊。其实迄阵我就用一直签嘛，所以规个头壳拢咧思考讲要安怎甲。即句俗语吼，要安怎甲铺排？要用故事的方式，还是要用笑话的方式，还是要用现实的方式？要落去安怎铺排？就一直写，250天写250签，才一个朋友吼，一个师范学校的朋友，迄阵伊伫大学做教授，做校长，大学做校长。伊遐有接到迄公文，会知影我咧做台语文，伊甲迄公文寄来互我，伊希望讲我会当参加参选啊啥，我寄互李教授啦，讲你有学生会使去参选，结果李教授讲鼓励我讲，迄250签整理好去参加迄个教育部的评选安尼啦，无伊我寄去了后，就加速啦。就加速，迄个特优的无啦，那就优的一个款啦，剩下咱就加速的款啦，我摕到奖当然足欢喜的吼，等下学校伫学校老师报告了吼，我讲我得到加速啦，学校老师吼，感觉加速也无啥，我讲奖金5万块有的老师目睭啊变大蕊。因为学校内底有人参加什么语文比赛，得到5000块尔，大家就扑拍开咧，我得到5万呢，所以迄阵我足享派，但是我到即阵为止参选的，这是唯一的啦。我过来我就毋捌参选，但是捌参选其他什么物件一般般捌啦，拢无会无背啦，就是讲。无得到啥物啦，嘛无咖啡杯拢无啦，所以我唯一的参选得奖是一届安尼啦。过来这个俗语咸酸甜，我就继续写嘛吼。写了到尾我有搁写遍阮兜的家谱，就是用台语文，用汉语南写，叫阮兜的族亲吼去户政事务所吼
申请日本时代的草本来互我，我把遐草本拢用带路的方式，拢甲抄起来，才个甲阮兜的一寡过去我捌听过的历史吼，我拢甲记载，较早阮的士大人的时代有留落来一寡资料，我拢甲我编一本212页的，我兜的家谱包含300年的历史，我写俗语兼装机，拢总写500几忝，我再加我的家谱，写这2本，这2项的代志互我改变我的人生，改变甲足济。因为写俗语的时阵，人讲话是风，字是霜，落笔落你爱家己负责。所以我咧落笔的时阵，我足慎重诶。文章写了是无好，但是我咧落笔足慎重诶。就是讲负面呢，讲无毋对，但是我袂去带人去做负面诶代志。所以我俗语兼装机咧写诶时阵，我尾后壁我有个所在，若无下时代，我内底小可甲配一下。若袂歹，我去学落一下安尼讲咱的祖先足巧诶，若无好诶，讲时代无共啊，咱则袂使安尼哩啊，所以李英昌教授伊嘛有发现这点，所以讲伊讲垃圾会用迄来点点诶笔，种有搁批过，过来写阮兜诶家谱，包300年内底有大概10代人啊，11代人迄个变化，我有发现讲。念的这房较旺，念的这房较热，这房较热的，过在下晡的时候，换这房旺起来，迄房衰落，就是伫迄个演变的中间，300年的演变中间，无一定讲啥物人好，一直好，一直好。是讲这个人做了较好，伊的子孙就继续好诶；这个人做较歹，伊的子孙就继续歹。互我去感觉讲，这个人世间人生真济种人拢时常咧讲人生无常。我就讲人生是不定数，这互我做人的方面我改变足济。这就是讲写这台语文互我上大，所以伫这写的过程，我上享受。写过了后，因为讲得到利益的，就是我本身上济安尼啦。所以我就是认为讲，我写的物件，我家己本身有得到这利益。来分享互大家来看，应该嘛袂歹安尼。这是我的心得。多谢这其实咱后壁4场讲座的全部要来讲拉日先的作品所以后壁咱做期待做伙来讨论这的作品做特地来了解。我家己感觉讲除了迄个拉日先伊家己本身咧写有得到真大利益我感觉。像我本身也徛伫台语文学习者，是讲像我要小解互学生读啥物款的资料我感觉那日先伊即个会所的人有才调甲台语写来，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足无简单的代志，因为会晓写，会晓用数字法拍字写遐久的人，其实无介济。所以遮个物件颠倒是咱足宝贵的一个语料啦。所以我感觉这是颠倒是即个。那日先有法度用这种书写方式，甲台语记录来是一个足无简单、足宝贵的代志。另外一点我特别提起就是，拄则那日先有分享到，就是伊写遮的物件，其实嘛有帮助即个咱迄个语文发展，因为伊有参与数字法。简单讲，就是伊写的物件。这资料会搁倒转去数字法内底变做语数的资料库是讲书库包括讲即马咱搁有遮线顶的网站遮拢是足好的参考资料，这是较无共的所在毋是讲单单讲我着写安尼尔是后壁搁有遮的知识搁倒转去咱这使用的物件、使用的
假死啊个参考的资料，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这嘛是我感觉赖医生有写台文，这是对咱规个咱的族群咱的文化是上价值的物件。好，咱刷来要讲第4个主题就是因为拄则其实有讲到，就是台湾通信的中华的读者联谊会，因为这即摆已经会使讲已经无啊，毋过迄当阵其实对台语文有真大的帮助像拄则有提起讲，即个台湾通信的读者联谊会基本上就是咧读台湾通信即个刊物嘛所以我想要请赖医生简单小解一下，即个读者联谊会到底咧创啥？迄当阵恁咧做啥物代志？我小解即个联谊会其实是2001年11月迄个台湾通信93期内底我迄阵报告内底报告是我写啦，我就照迄个报告念一个互大家听将我关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伫1993年成立的，每个月第3礼拜5暗时7点，借用这个洪金珠立法委员的服务处定期聚会。自成立到今已经有8档到即阵顶几年，到尾就福东老师过身了后过来就较无，咱就较无咧进行我嘛无去参加了对啦，因为年龄济赛车赛项我就无去参加上可取的就是讲将来毋捌长站啦。希望参加的人无济啦一摆拢差不多，大概出席拢差不多10外个安尼啦维持10个10外个卡斗啦人有小有改变啦来参加的人会变来变去安尼而且会员对白话字的使用参加较久的人拢已经足熟手的。阮联谊会内底有真侪人才啦有唱歌啦每摆聚会时阵伊就讲有迄歌谣歌手林义豪先生唱台湾民谣歌谣互大家听安尼啦嘛有写作的人才啦苏当时的张创敏先生就是一个作家，伊是为华语作家界落来写台语的人，就一直咧找找讲台语要安怎写的方法到尾伊有写一个阿英阿英这本册即摆嘛真出名，真侪人咧研究甲我本身我写的台湾俗语兼两篇迄阵已经出3集啊当然即摆佫出第4集佫还有其他这拢是台语上好的会读教材啦阮内底嘛还有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尤丽婷老师啦伊伫电台内底拢用台语的讲一寡台语的物件呢伊伫就是伫迄个关怀之声主持囡仔讲台语的节目啦参加节目的囡仔台语拢讲了拢袂歹嘛有教学人才啦陈福东老师啦伊从事台语文的教学推广工作阮的台语文这个读册会拢伊带头的拢伊带头到尾阮内底蒋法官咧推测的时阵嘛拢伊去甲教育局方面联络的去甲讨资源去甲伊画拍啦肯讲爱用啥物方式来教才会使哩安尼所以阮迄站阮拢照定教授的迄种台岛南写的方式爱用伊的教材咧教呢嘛有培养真侪师资啦伫迄中间阮培养足侪有法度担当教学的师资教足侪国小国中高中学生参加比赛得第1名嘛袂少安尼啦迄阵我较拼死我嘛有拼死伫社区内底甲学校教学生囡仔读写我捌伫一摆捌伫迄个
半数基金会吼，洪金珠因翁刘旺祥老师吼，因咧内底半数我因为我是内底半数基金会内底董事，我一摆伫迄个社区内底编教材伫遐教过六点钟的课，然后又迄个第四台吼，甲听到30篇的版本安尼吼，伫个南江华的电台第四台放送几个月安尼嘿，迄应该迄嘛有真大的效果啦吼。迄中间哦，我除了教以外，我拢会去甲学员学生收集因的，我拢会鼓励因写作品，作品交转来互我，我拢会选迄个比较讲较适合的，我拢会甲改做台道方式，文章然后去投稿甲投稿迄个台文通信安尼，这是我迄阵的报告安尼，互大家参考。多谢。大家若看早期迄台文通信咱拄则迄网站顶管的看到迄个垃圾先有替几人学生投稿去大家当去看卖咧找看卖看到倒位咱想要搁较了解一下，就是讲迄当阵恁读者联谊会迄个进行的方式是啥款，是咧讨论啥物款的代志？敢会当先讲？真重要，我就是拢读迄个台文通信，台文通信迄阵若每期若出册了后，拢会寄20-30本以上寄来寄互福同老师嘛，阮呢自费时阵，我就是摕当期的台文通信起来读安尼啦，我足用心的啦，我拢都南江华，家己赛车去遐参加，一年12个月，我上少也有去出席11摆啦，罕一半摆讲拄要出门落雨啥物安尼，是都厝里有代志无去安尼，迄阵比较咧讨论阮到尾仔有咧讨论着轻声的部分啦。到尾有讨论着轻声的部分，我轻声的部分看郑教授的福建话迄本了后我捌买过洪义仁教授的册捌看到内底伊写迄个轻声的部分，伊写了有较详细，我伫遐得到一寡轻声固定轻声啥物随前变调甲郑教授咧讲遮安尼落去感觉讲即个轻声要安尼表达，啥物时阵来表达较适合。我迄阵我就开始有晓电脑，我用电脑印去引起大家分享迄阵就足注意啦就是讲福同老师伊较对电脑较无那就较无认真咧学啦搁伊教册伊足认真有影啦伊对咧教迄个台语的八声甲变调啥伊就发现讲学员咧学遮就有较就无伫迄阵咧教中间就感觉无啥真好学安尼啦。我咧讲轻声的时阵，伊捌甲我讲迄八声若学晓变调学晓就真赞啊啦。搁啥物轻声？迄阵我才甲讲啦，我讲毋是啦，咱就是准备要做老师的老师啦，咱要指导台语老师的老师呢，所以咱爱具备搁较丰富的学问，咱才有法度通共指导所以我印下去郑聪明看着足欢喜，讲你若知影即种的表达方式，大家就做伙研究安尼。迄阵阮就咧研究即个轻声的部分伫即个过程中间，阮拢洪金珠的服务处呐，所有阮嘛拢对所有拢伫伊的服务处咧做的啦迄阵嘛有真侪人来甲阮指导啦像郑良光、陈雷、陈明仁、陈芳辉
哦，这幼稚吼，拢捌来甲阮指导过，吼啊，也有迄个台演艺界，也有迄演艺界阿炮啊，吼，一个即摆现无要一个演员阿炮，啊，一个叫做阿丁啊，啥物吼，伊嘛拢捌来参观过，讲到底恁遮咧学台语文是咧学啥呢？吼，啊，我会记迄阵啊嘛，咱有一个叫做林安权吼，有诶我袂记哩啊，哦，伊拢有捌来甲咱参观过，啊，佮甲咱指导过安尼嘿。所以伊当阵吼，迄当阵咧读台湾通信这刊本吼，就是为即个文字内底吼，也是看人咧写吼嘛有去讨论着都有一寡咱语言内底特色吼，要安怎去表达出来，会搁较精美，还是讲较有法度理解迄伊写出来到底是代表啥物款的意思，还是讲啥物款的声音吼？因为其实咱知影迄声音无共，其实意思嘛可能会无啥共吼。比如讲轻声变调，讲当时变调，当时分调吼，迄拢会影响意义。过来就是内底遮读这内底内容嘛，去讨论，就是学习台语。所以迄当阵我想有即个读者联谊会吼，应效是加真大吼，就是有一个，比做讲有一个物件通好去讨论。语言甲文字，这嘛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管道。对，所以我感觉这嘛是迄当阵吼，像陈良根先生讲的吼，即个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算作是即个应效上大的吼，上深的。嘛，就我了解，就是中华的读者联谊会嘛算是发展了较好的其中几个吼，其中一个就对啊。这部分吼，大家搁较有趣味，想要了解吼，建议会使去读迄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吼，内底咱有整理遮读者联谊会相关的消息吼，甲迄当阵吼，啥物人有咧参与。咱上尾要来进入上尾一个主题吼，就是咱要请教那日先吼。写台语文已经有30几档了吼，咱即个写台语文的一寡经验甲意见啦吼。这嘛是算嘛讲吼，咱若有想要学习台语文吼，是讲对台语文观念阁无介清楚，会当来参考一下吼。头一个就是讲，你已经写即个汉的即个书写法，你已经写30几档啊吼，你嘛有教过真侪学生要安怎写？你写了感觉啥款好用还是歹用？还是讲你咧咧写中间有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你像你嘛有改学生的作品，因咧写中间有拄着啥物问题？请你分享一下。改学生的作品是讲起来，有的是我受的上济啦吼。因为学生的作品、学员的作品哦，迄华语开足重的啦，吼。但是伊意思要表达台语，我了解啦，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去甲改倒转来安尼吼。当然因看，大家嘛拢足满意，因为我掠伊的意思，我无去甲变化呢。但是吼，迄个有影。大部分初写的人吼，华语开足重的啦。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啥？欠语词啦，台语的语词足欠的啦。所以要写就比较较无法度啊。所以我就因有拄着，比如讲像讲，因为像我知影有一寡。人即马咧写所谓台文吼，因是用注音咧拍啦，所以当阵咧写，比如讲像咱主本是讲奥多拜，伊就较无法度拍，伊就变做拍机车安尼，伊敢会影响到语言使用的像拄则讲的语速的状况。对啊，写就已经毋是台语啊，机车有啦，即摆当然大部分是讲机车无毋对啦吼。我是认为讲现代有咧讲诶吼，比如讲机车即个词啦，
我是无反对的，因为这个事吼已经讲，最起码嘛讲咧，有乌托邦开始就有人讲机车，有乌托邦了后就可能就超到有人讲机车，所以这个已经成做咱，伫我感觉我是讲已经成做咱家己的代志啦。不过若会当写乌托邦，应该是较好安尼啦。所以一寡即种用词我是讲会当透过写作甲较古老的用要袂记的物件，咱佫甲捡转来互佫活我感觉这是真需要安尼所以我是建议讲，即摆少年囡仔，若要写台语文台语要学好啦。第一就是台语你要学好啦，要安怎学？爱学我啦。我虽然讲我台语真够讲但是我嘛要时常去甲做田人开讲，捡一寡做田人讲的台语，去甲城里人讲话，捡一寡城里人讲的台语，去甲一寡庄脚的欧巴桑讲话，捡一寡因会晓讲的大部分的人袂晓讲的所以较去接近一寡老岁仔人庄脚人、做事人、生理人、做工的人，遮若要讲较正确咧，愈无读册的台语愈顺声。你若去请教遐教授校长，毋是研究台语的人毋是无咧研究台语文的教授，你去请教，因可能有诶，因嘛拢毋捌。所以有当时我较早唱 KTV 的时阵KTV 一出来字幕国校毕业的，唱出来逐句都足准的，因为伊是用听咧唱的。遐校长老师唱的，时常都发音拢毋对的。所以这讲起来讲，爱接触较侪人咧啦即摆若过来就是讲，除了安尼以外啦即种是较活啦过来就是讲去查字词典啦。即摆字词典过去我无足罕去查，因为编字典足麻烦的啦。第几页安尼看编足麻烦的，所以较早我嘛较无安尼编字典。当然即摆有迄个找字典内底有足侪资料你若罗马字学会晓，本来找足紧的啦。所以为字典内底去找上好的方法有一种较硬斗的方法，有人捌安尼，有人写台语文的人，有人捌安尼讲，规本字典从头到尾甲读好了，甲当作教科书甲读，安尼来捡遐书，一定互你进步足济。这是较硬斗的一种方式啦，但是真有效果的啦，真有效果的。我过去我是无做这啦，嘿。我补充者就是若要我家己感觉上简单方式，就是先来读拉吉先的作品。这内底讲是有影读迄个艺术资料做生活化，像拄则拉吉先家己有讲的啦，就是爱较有会的啦，侪会啦，甲会甲带较参庄的拉吉先带伫迄个田中啦田中所以台语我相信绝对比像我住伫大都市的加足好，因为迄语言环境加足好。再就是讲迄中国语文读愈济因为人的时间共款啦大人时间拢共款。中国语文读愈济，我相信迄个台语文一定会愈歹啦，因为时间拢惊嘛所以就是爱加读寡垃圾先的作品，会当得到足济。搁倒转来就是讲，拄则有讲到即个汉乐书写法你已经写遐久你敢有感觉讲好用、歹用，还是讲比较其他，你感觉差伫倒？目前是，我是认为讲，若真正要学少年人，若要学规气去用，直接就用白话字去写啦。你若台语讲了好，规个用白话字就去写。拢毋免去考虑啥物用打字啦，
也是讲你有一个期待，讲将来我想要来得到迄诺贝尔奖状的时阵啦，奖金的时阵啦，你若无用罗马字写的无用教会罗马字写的，我想真恶啦。若要得到诺贝尔奖一定爱用教会罗马字才有法度得到我个人来讲我本身我毋是基督教徒我本身我就是行香的，但是我对罗马字无排斥，而且是因为罗马字教会罗马字带我来学这个台语文的我就爱用教会罗马字会晓已经有电脑输入法，我电脑嘛会晓，即个少年电脑无问题，毋免阁学嘛大部分都会晓安装输入法落你若台语会晓讲用罗马字即个输入来拍台语文非常好势当然啦，即个文章的构成家己拍加念几遍念好顺咯，算袂歹啦这是我个人感觉讲少年人有需要安尼学较好啦。所以其实你家己像演过安尼几十档拢写汉了，毋过你嘛是较建议咱少年朋友若要学，还是规期的全部拢用白话字来学来写。对，我个人因为我伤慢学啦，我伤慢学，我50岁才接触到的才知影讲有罗马字这个物件，才知影台语的声韵所以讲起来讲，咧使用的时阵，就无借一寡汉字帮忙袂使哩啦。罗马字我实在讲，我若要写全罗马字无问题啦。但是因为伤慢学，大人大种50岁才学的我家己写要家己读，变做较困难，速度会较慢啦。少年的少年的开始学罗马字的别做讲咱的教育正恢复正常的时阵，国校我1年就开始为白话字教起迄内底就甲学英语共款你会晓讲英语，你就英语的文章你就在拍共款意思啦。这我想咱你先讲话较客气啦，因为阮私底下咧沟通拢是写全白话字，拢无问题无，我这毋是讲，我意思是讲，用白话字写我无问题，但是要去读白话字，我爱稍微顿定一下。对，我知。因为这主要是因为这嘛是台湾通信因初其实迄当阵因早前编辑就拢有写，就是因即个汉语的书写法是一个过度的手路啦，就是因为即马社会普遍汉字捌较济啦，要全部写白话字，一般的人无法度接受。伊嘛有内底迄个编辑迄当阵嘛拢有写过，就是讲因按万未来是会当尽量白话字是愈来愈济，甚至尾手是全部用白话字。对，较理想。这嘛甲我即马接触较少年辈咧，还是台语的经验嘛差不多。因为基本上因嘛感觉全部拢是用白话字，电脑对因来讲加足简单啦。因为伊其实因台语的能力都已经歹你搁要叫伊搁看迄个汉字，其实嘛要无所以对来讲，电脑全部白话字，一个看伊就知影，嘛有法度借迄个白话字来学迄个声音要安怎讲。所以这就较无困难。好，再来就是拄则讲的有小可有讲到就是像那你罗马字你要选择用白话字，你坚持要用白话字，你感觉白话字的理由到底伫倒位？像那你无爱用其他的系统？第一项白话字带我来写台语文，所以我对白话字有一份感情，嘛有一份感恩。过来台湾罗马字协会，我是创会理事我当然爱推崇白话字。过来白话字伫台湾内底历史是100几年的历史。
文献足济的，文献足济的。啊，你若用白话字来写，以后就毋免搁对来翻。啊，宪部、教育部的评论方式吼，嘛毋是讲毋好啦吼。啊，我是想讲，教育部迄套甲白话字相差无真济啦，所以我即摆坚持讲用白话字写，就是讲我写物件好，人会来看。啊，你毋是行即道，行即个方面呢，你嘛看有就对啦哈。所以我就即摆就较比较讲较坚持安尼啦。哦，较免讲，若要讲较迄个，我白话字已经写20年，教育部才公布迄套，啊，我哪会呢个？甲我过去的劣质的物件，规个好认掉去。吼，这是我个人有一种自私啦，吼，一种自私，啊，一种较坚持的一种想法，啊，一种做法安尼啦。就其实我主要是讲，吼，喙是必尖嘛，吼，喙啦，吼，咱的喙就是代表咱的必尖嘛，啊，咱的必尖就是咱的喙嘛，啊，咱用咱的必尖，啊，透过气幕，吼，啊，来写用白话字来代替，安尼一篇文章要写就足简单的物件。这我嘛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像拄则有讲到少年辈嘛吼，因要学习其实对因来讲，全部罗马字是加做，好处加真济啦吼，啊，过来伊毋免搁加学汉字，啊，所以其实像白话字，伊全部就是全部拢写罗马字，啊。英国有足侪文献通好读，啊，过来就是讲，这嘛是有一个传统的意义伫的，就是有，这是咱家己的文化资产啦。啊，毋过我感觉上大的迄个利益，就是有足侪资料通好读。对。哦，像迄个陈宏鼎教授吼，特别是伊咧劝世，伊若要做台语的好野人吼，你着的确爱去读白话字的文献，你才会得到台语的知识吼，像拄则。咱之前有讲啊，像你若要台语的语法啊、语序要搁较好啊，要读啥货，就是去读古早人的台语啦。安尼你台语保证做专调安尼。啊，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教育部因即马其实罗马字是摕来做注音啦，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因咧写是全汉字，所以这嘛比较讲少年辈吼，因要学对因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负担嘛吼，所以因可能会较想要经白话字来用，就是可能嘛是拄则迄个垃圾先拢讲到遮个原因啦吼，这嘛甲大家分享一下。哦，啊，过来吼，咱拄则其实嘛有小可有讲到即个数字法甲词典吼，你敢会当分享一下，就是你家己使用，你感觉即个利益伫倒位？就是你即马用啥物款的数字法，啊，佮用啥物款的词典，啊，对你家己，你感觉用遮个假使吼，上大的利益伫倒位？互咱诶少年辈要学习台语的人，佮较了解者，这个重点。我目前若是电脑内底咧要写文章的时阵，我是用新闻爱数字法啦。因为目前新闻爱数字法内底的收的词，那就有12万笔的款啦。即马上济是对。我会记诶，啊，教育部的那就5万5笔尔啦。吼，啊，而且这个新闻爱数字法内底有一个自定词库，迄个自定词库对于要拍字的人吼，要输入吼，足好用诶。我家己目前我家己的自定词库大概超过1万笔来款，我家己咧用诶，所以我有当时啊，我要安怎讲话吼，啊，用迄自定拍着啊，即个自定词库内底我有诶，伊就本身就走出来足方便诶，所以我若电脑咧拍文章的时阵啦，我就用新闻爱数字法，啊，汉若则会去用到华语的部分，就是内底新闻内底单字的收无到的，啊，我感觉我有需要用的，啊，我就去用华语的部分去找，啊，找到我
我家己做我家己自定思考，后摆我要拍就拍有安尼。啊，电脑的部分是安尼啦吼，但是平常时咱生活上即摆是用咧用手机啊。啊，手机啊，对我来讲字较细字啦，要伫面顶来拍字有影较麻烦啦。迄是我出外的时阵代替品啦。啊，我翕相啊，听唔够用的啦。啊，所以我另外我有用买 iPad， 吼、啊 iPad 我拢买迄台上大银幕12寸的迄台吼。啊，迄内底有。这个找台语输入法吼，真好用啦！哦，好内底数库够济啦。教台语，拍台语，拍台语输入法吼，拍台语迄个内底数库有够济啦。哦，我听我代理选，搁再而且伊内底迄个内底有一个直接用英文版的吼，直接切换吼，伊会足方便的。所以你若有当时要拍英语的部分咯。你都毋免搁对啊，上面来转来去，迄个设计了吼，我感觉足好用啦，比别个输入法吼较好用。啊，我嘛有当时嘛用迄个罗汉卡啦，罗汉卡的输入法。啊，罗汉卡输入法较早拢用较济安尼吼。啊，其实内底伊的词嘛袂少啦吼。啊，因为内底有迄个。日语我袂晓，所以内底有日语对我无啥物效果，所以我目前咧用要是用拍台语较实用啦。啊若书店呢？书店你用是安怎用？书店呀，书店是来讲，过去我嘛有买单收的大书店啦，用清就的，或者拢无咧变啊，迄种。对我来讲咯，已经过时去啊。研究是站啊，我就甲放掉去啊啦。伤复杂啦，啊，伤深啦。啊，因为早期我有学录音补感吼，所以录音补感对我来讲，我目前也有咧用。因为录音补感伊本身内底，伊就是共运的拢去扣做伙吼，所以有当时我若要拍一寡有运的吼，啊，参考录音补感有一寡效果啦。哦，我毋是要咧参考伊的字啦，那是讲要找共运的，要来找较方便啦。因为我已经用了足习惯的吼，所以较毋甘放在边啊啦。若讲像甘字典啦吼，遐的物件吼，我是足罕去变的，因为这目睭无好啦，目睭无好吼，变的字典哦，目睭足差啦咧。算来算去。要是找台语上好用，找台语内底迄个收集的物件，哦，我等袂记你讲偌济，我之前我有去印出来吼，内底词库足济啦，词库足济，因为收集的日本时代日本甲咱做出来的迄个英国人做的吼，马里诺的内底，内底足济物件。哦，听我找，我只要逐工都咧用啦。哦，甲最近这个张如王教授的迄本华大书店吼，迄要变嘛是嘛天这中大字书店中大啦，毋是华大啦吼，中大字书店哦。我透过找台语吼，伊会出现讲第几啊。我就安尼用安尼找足紧的啦，再去找讲伊张如王教授伊甲即句话，会华语台语安怎讲，安那我若参考有效，我就甲用起来咧。当然也有其他的，最近出的字书店，找台语内底拢有甲收集伫内底，可惜我有的字典我本身无啦。所以讲起来，伊内底嘛有，像阿人的作品啦，单位的作品啦，还有另外一本迄个我无吼，那张文教授遐因遐编出来迄个字书店我无啦，迄内底你若拍着要去找
你若去本册内底去找就足简单诶啦。所以啊，这个找台语有够好用，提点到大家。多谢咱日先吼，这我想若有真正有要学台语，应该拢会来编找台语的书店吼，找台语的书店，即马线顶的资料吼已经足济啊吼，这咱日先嘛不是伫线顶小解大家要安怎使用吼，所以咱日先嘛算真够用吼，嘛知影讲吼内底做侪资料要安怎用，顶管伊资料吼，即马已经超过90万条吼，所以资料是真丰富。我相信有咧学台语的人应该拢知影找台语通好用。好啊，上尾吼，因为咱即下时间其实小可超过，毋过咱嘛是上尾吼，简单请咱日先吼，最后一个吼，分享互咱的青少年朋友吼，若要学台文吼，你有啥物款的建议无吼？就是可能即马初学也是讲可能无学过啦吼，你简单讲因要安怎做较好？后来现代资讯吼，足进步啦吼，拢会当用嘴讲的话，透过咱的手，透过气幕，利用输入法，把咱要讲的话，就甲记录落来吼。我是认为讲，要用这技师吼，要是爱用罗马字输入法较好啦，莫过去用迄个注音符号啊，是咧创结啊、创字材啊吼。其实有一寡较早的先觉吼，就是一寡教授啦吼，一寡台语文的歌手吼。我有感觉讲，因的输入吼，拢用因古早的迄种方式啦。可能用诶无啥物啦，用诶重结的迄个，用迄种诶输入法。但是因学足久诶，因知影讲这个所在台语汉语要用哪一字，因头壳足好，拢记甲足清楚诶。所以用这个方式，对伊个人来讲无问题啦。伊有足久诶，当然无问题啦吼。对我这吼，我就足问题诶，所以我就需要讲透过白话字的输入法来，才来找出迄汉字要安怎用。因为要叫我讲用波风好啊，什么来跑，对我来讲无学就真困难。所以我是建议少年人吼，若要学吼，直接就用罗马字来拍台语文是上必要的啦。莫过用迄波吼，再转来转去，头壳转来转去，咱就直接直接用罗马字用台语思考，用罗马字思考安尼来拍，迄速度就足紧诶啊！多谢咱日先，这其实简单讲哦，就是替咱日先总结者。简单讲，你若要学台文，头起先就是先学白话字，迄上简单，第三代就解决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上尾阁请欧巴吼，甲大家放上一寡资讯，嘛请咱日先先休困者吼。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还袂煞，是咱等下吼，那个请咱日先吼，就是线顶有人有两个提问吼，我等下请到咱日先简单回应。咱先请迄个欧巴吼，咱放上咱的迄个信息。好，多谢黑米甲辣米先吼，甲咱做遮尔精彩分享。好，来，其实拄则我听2点钟吼，我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吼，拄则辣米先讲的，就是讲，你若有好的先生来引带，这是一个；再来一个是啥？你爱家己愿意改变，你才会有好的结果。假使讲当初郑良伟教授来教的时阵，拉里先伊无愿意改变用罗马字，安尼有可能吼，伊的作品会减足济，伊到大个一直伫找迄个汉字啦吼。好，我是感觉我真好运啦吼。凊头我开始学，我就学着罗马字，学着白话字，毋过我差伫对思维有较欠，无够，所以要写嘛写无落里来。像即种吼。
我是感觉。好，你家在即马有啥？有咱台文博览会，咱有办足侪活动，会当来补吼，所有诶人家己不足诶所在。好，安尼下面我着过来紹介咱台文博览会所有诶吼，有辦诶遮诶課程，也是一寡免費诶活動啊。看大家吼，會當家己經看覓啊，像你拄仔聽2點鐘，其實內底所有誒物件，咱醫生攏講着，你會當去經你需要的物件來參與，安尼就好吼。好，咱來看，咱大概有分做4類，啊，第一個就是全台語誒講座，就像今仔即場安尼。啊，咱每一年攏會定無共款誒主題，吼，咱今年頂半年就是以咱醫生誒部分為主，好。啊，過來就是咱有台語文相關的課程，就是要互你會當學的白話字，有初階，也有進階，有認證班安尼。過來就是拄則，其實咱醫生有講到一個真重要的，就是講伊會用伊的時間出去行搭，然後找各行各業的人開講。啊，毋過咱有可能無法度做甲安尼，啊，你要找啥甲你開講來咱台文博覽會，咱有一個開講會，會當互大家來利用。過來就是拄則嘛有講到講台文通信的讀冊會，咱遮嘛有相關的讀冊會，好來，咱一個一個來看。好，來第一個，咱就來看即個開講會哈。開講會就是要鼓舞大家安怎用台語來過生活啦。什麼時陣會辦？逐個月第3個拜六暗時8點到10點。好，這有分做2個部分，一個就是講你願意報名來參加分享，甲你家己的經驗，做工課也好，啊，你家己的趣味嘛好，吼，比如講你介意爬山，你介意煮食，你攏會當來分享互大家，吼，知影。啊，你嘛會當講報名，我就是來聽人佇咧講什麼款的主題，為遮來扣一寡思慮，吼。好，過來講到講座的部分。這拄則咱已經有聽過即場吼，就是咱今年度頂半年度台文作家系列講座，啊，即嘛是拄好是2月，今仔的主題是臘字吼，寫即個台語文的經驗，啊，後壁3、4、5、6，各有4場，歡迎大家吼，愛會記佇寫佇你的迄個技術譜仔內底，甲伊記落來，啥物時陣閣有好來，閣來咱來看吼。好，咱先來看遮好啊。逐個月主題佇遮，啊，你會當經你家己喜意的。啊，遮的，比如講做田人博物館，拄則有講到的即個台語鹹酸甜，吼，啊，閣有老師的台文冊圖遮，你會當經你家己喜意的主題，提早報名來參加。好，這是今仔即場。好，來，閣來是下面主講的2個講座，吼，即個。第一個是體驗手機啊，拍台語，這個是較適合什麼人？較適合就是講，你其實對這個羅馬字的輸入要無真了解的人，你會當用手機啊的輸入法來練你的白話字，吼，啊，這是佇個客月第3個拜一，歹勢來，第3個拜一時間是佇個暗時8點到10點半，好。啊，你若是已經會曉拍字啊，毋過你的思慮無啥夠，你着愛去書店來鬥3工。啊，這個講座是固定佇個雙月，就是佇個，比如第2、第4、第6、第8、第3個禮拜的拜一共款，8點到10點半，教你安怎來找台語，吼，去找相關的思慮。好，來，明仔載就有一場哦，吼，這場就是要教你用找台語，請你甲時間記落來，暗時8點到10點半，啊，遮有一個 QR code，大家會當掃入去報名。好，說落來，咱來講讀冊會，來，咱有2個讀冊會吼，一個是佇個逐個月的第2個甲第4個禮拜的拜一，吼，就是一個月2擺。暗時8點到10點，目前在讀的是倒一本《陳明仁台語文學選》。好，
好，另外一个读册会是逐礼拜拢有哦，逐礼拜拜三暗时8点半到10点半。拄则有一直伫讲吼8月2的文学，无毋对，咱即个读册会就是要来读8月2的文学，互大家会当捡真济真断定的意思。好，过来，咱拄则有咧讲，你初初要学即个台语的时阵，要学台文的时阵，应该选择什么款的文字，对咱来讲有较大的帮助，会当较快学会晓。好，来，所以阮嘛有办即个基础的课程，今年的课程是伫咧3月份到6月初6，拢总12摆。吼，伊固定的时间是伫咧拜五暗时7点半到10点半。哈，毋茫有需要的人就来报名。好，过来，你有可能想讲，我想要直接来看文学作品，敢会使哩？家己读敢看有？吼，其实咱拄则有咧讲，你若是汉字，伊一字可能有无同一字无共款的发音，无共款的意思，到底要安怎读？家己读，其实会有真大的问题，安尼就请你来参加即场单类的台语文学选，下面来带大家读，时间共款是伫咧拜五暗时7点半到10点半，这要先报名哦，请你甲时间记落来。好，过来，你学台语，你基础班也学过啊，进阶班也学过啊，你可能嘛有参加真济读册会，你想要知影讲，我呢到底读到什么程度？家己的程度伫倒位？安尼你着爱去参加全民台语认证。咱台文博览会嘛有替大家准备加强班，有1个月时间。咱今年是伫咧5月初10到6月初8，3月份咱就会甲报名的表单放去你网站，时到请大家拍台文博览会，你就会当看详细资料。好，以上拢是咱台文博览会主办的活动。好，咱嘛有甲人协办的即个读册会是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伊拢总有5个哦。第一个是台湾念歌读册会，过来是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第3个是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第4个是绘本读册会，第5个是俗语读册会。来详细资料，请你拍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到伊的面册，你就会当看到。经你家己有需要的去参加。好，以上我讲足济你可能记袂牢。好，不要紧，来，请你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全部的资料拢伫咧内底。好，以上就是活动的放送，到这，多谢大家。多谢欧巴大家迄个大家若准讲迄个毋知要去倒位找，足简单，请你伫线顶 Google 拍台文博览会，就找着咱所有的消息无共的平台拢有。好，咱上尾就希望咱时间今日因为咱今日讨论主题内容诚济啦，所以咱时间歹势有浅小看啦不过咱上尾有一寡线顶朋友提问所以咱简单来请拉吉先较紧来回答一下啦咱头一个问题就是迄个有人伫 YouTube 遐留话讲迄个拉吉先啥那号做拉吉这咱顶一支影片就是顶一场的大家请你家己去咱台文博览会 YouTube 的频道内底就已经有就是顶一场的影片，请你家己去找答。另外有2个问题要来请教咱先头一个问题是讲迄个写作若无灵感，要安怎找灵感？这是头一个问题。写作咱过去学校内底咧教作文拢是做命题作文老师出题目才去互学生激破头脑啦。我咧写台语文
我是毋是用安尼啦？我是头壳咧想，无张地去想到一项代志，就想讲无我来写啥物啊呢？先写，先来写条100字，感觉写100字了后，就感觉安尼即个来写袂歹咧，无来甲定做什么题目，就中啊，佫继续写，若写无了，今日写无了，明仔载电佫拍开，迄100字你佫我读一遍啊，你就煞落啊。所以有想到要写啥，随甲我的方法就是，我先甲写超了100字啊，100外字啊，呢先甲迄个灵感先甲记录落来。有当时写咧，拄好有代志。就写到一半，超过50字就一半，明仔载拍开，就想甲放弃啊，无就后壁煞袂落，就甲放弃啊。我是较自由的一种写法啦，所以较无爱迄种命题作文啦。所以较早老师互阮的作文，我写得拢无好啦。但是咧，老师若出个题目，我足介意的，我就足够发挥的。所以我咧讲话嘛安尼。要叫我家己主动来讲一寡话，你要叫我讲向，我嘛讲无落来。你若甲我提问题，话就愈来愈讲愈济，就真够话安尼。所以我就认为讲，莫用命题作文啦。你有灵感就开始写，因为要写台语文的题材有够济啦，有够济。莫去受别人写的影响。莫讲伊写迄我要来写别人，还是讲要来对你若把做讲要根据事实来写迄就当然迄可能爱较有别款的能力啦，即种能力我较袂晓啦，所以我咧写较随较深色型咧写啦，所以我才有在写遐济啦，亲像我写囡仔歌对无？迄阵就是咧想讲，迄囡仔歌一歌华语的囡仔歌，逐个囡仔足爱唱诶。我就当时出去散步的时候，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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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当当叮当当，就遐想，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即句会使哦。等下我就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巴肚枵，巴肚枵，尾就开始尾家己就小可变的，就一首歌就出来啊。我是用这个方式啦，大家都参考。多谢。我想真侪人我感觉较侪拄着问题是，因为你若无用台语文咧生活，你其实要写会足困难。因为你该想讲我要写啥，要写什么款的题目，还是讲要安怎写？遐个话语要安怎写？遐个语序要安怎写？遐个知识要安怎写？就是这，我感觉是颠倒是即马较侪人会拄着的问题，所以我感觉上要紧的颠倒是爱先你爱用台语文去生活，像咱你先写的所有的散文，伊就是拢伊的生活经验甲生活智慧，所以就才安尼写来，就袂拄着什么困难。所以我感觉有爱用台语文生活，这是第一要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讲。用台语文写作的时阵，敢有拄着困难？你是安怎解决的？拄着困难，那把作讲起来讲，有人互我题目啦，叫我写一篇啥物安尼啦，我当然我就看想写，有当时写袂出来，我就暂时甲藏咧啊。可能再慢慢来，慢慢想，若灵感来，才来写呢啦。有当时我会做结论性写嘛，无一定啦。我咧写，就是讲无照步来啦。有当时迄个起头先写，再写结尾，有当时中则尾再慢慢去思考，中尾来插啥物落安尼。当然有当时碰到困难的时阵，有诶，我就唔敢写。所以我虽然讲起来讲写足济
但是这拢毋是人对题目互我写啦，吼，当时写上去检算顶是李教授迄找题目，伊一摆是等十外个题目互我拣的啊，我就拣我会晓啊，有灵感我才来写，啊若无灵感我就袂爱写安尼啦。所以我的创作就是自由性的，因为这暗暝我要写论文的啊，我毋是学校内底咧读课程的，所以较无受束缚啦。无受束缚，就绑我袂牢。多谢。简单讲就是爱台语生活化哈，台语文生活化，自然你就写会出来，袂拄着这困难。今仔日吼足欢喜吼，佮邀请到拉日先吼来甲大家分享伊家己本人吼写台语文的经验吼，嘛拄则嘛互大家一寡建议吼。你若真正佮无啥了解吼，就是拄则嘛有甲大家报台文博览会吼，遮有真侪活动吼，还是课程，你拢会当来参与来了解。好，咱有迄个拉日先吼，后壁阁有4场吼专题演讲吼，共款吼要来讲拉日先吼，伊写台语文的迄个作品吼。后壁咱4场全部拢会注重伫咧讲作品，拉日先的作品有真侪啦吼，迄个线顶有诶吼，做参南博物馆吼，兴华台湾遮名，佮来台湾俗语鉴赏展吼，真正是有出迄个出版啦吼，尾手有整理上网吼，佮来就是有另外一本是迄个第4本的吼，第4集吼，迄个是即马嘛有通好买吼，就是印出来。佮来就是其他的一寡吼册图甲线顶一寡文章吼，咱伫后壁4场的迄个讲座内底，拢会节甲大家分享吼，所以请大家期待吼，咱迄个3月到6月吼，都有4场吼，即个演讲。今日上尾吼，多谢拉日先吼，多谢大家，多谢。2点外钟吼来甲大家做伙开讲吼，做伙来谈论遮的问题、议题等等的。期待咱后个月过来见面吼，过来线顶来讨论开讲。多谢咱线顶的友志朋友。大家再会，再会，再会，感谢，再会，感谢。